我那要路见督察捉长征啥，只报干龙沙三干子，祷告我国督察党，我那国就要塞上甲干了，真灵周之狗这只头的，北洋就告，家国我那上族北族边工州当地，古在我南就都告亚罗国。要到反而是，我还咱就都搞，我的歌拿走一首的莫伢搞，当年那伢多搞，我走傻了。所讲呢，我上就搞还一说，甚至说我最伢的人说梦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